同學，我想講咧，閱讀理解係理解啲乜嘢？閱讀理解，記住我嘅至理名言，閱讀理解唔係理解篇文，閱讀理解係理解條題目啊！咁嘅咩？係啊，你都唔知成個閱讀理解，你根本唔係考大家題文，係考大家啲乜嘢？我寫兩個字你就明啦。Word puzzle， 文字遊戲玩過未？係咪？文字遊戲點解嘅？因為喺成個考評局設計嗰個閱讀理解嘅時候。係點樣玩啊？係得4個 formula， 你要記住就得㗎啦。咩4個 formula？ 問題同篇文嗰個嘅關係係啲乜嘢？揸住咗喺呢4個 formula。之後我一路課程不斷去叫大家去做 reading， 不斷去教嗰啲技術，其實萬變不離其宗，都係呢4個 formula。OK， 你搞得掂呢4個 formula， 即刻點樣用90% 嘅答案就攞到手啦。跟住你問咁嗰10% 點住？10% 你掉咗佢啦，90% 5星星㗎啦，唔使追求100分5星星㗎，係咪先？90% 攞5星星得㗎啦。OK， 嗰4個 formula 係乜嘢？第一個好簡單嘅啫，問題同篇文出現咗同一個字。OK， 同一個字唔需要解㗎啦嘛 ，apple 就 apple 啦，係咪先？第二個同義詞呢個勁嘅喎，我想講同義詞。OK， 唔好意思，寫一簡體字，因為快手少少寫完啊嘛。OK， 好，同義詞係乜嘢嚟嘅咧？你千祈唔好以為咧，即係考評嗰啲同義詞，以為係man 同 male 就係即係兩個都係男人㗎嘛，叫唔係嘅，估你唔到嘅，可以係植物。然之後下一個同義詞係一朵花，跟住你就問啦，一朵花等於一棵植物咧？唔好理，考評局就係咁，考評局就係咁。OK， 第三類同義句，咩叫同義句咧？兩樣嘢，第一個主動式同被動式嘅互換 ，active voice and passive voice 嘅互換，點樣互換啊？例如佢好多時個題目咧就會係問一個被動式，好多時係填充題或者續寫句子嗰啲題目嘅，但係個篇文出現咗主動式，改寫成個文章 ，OK， 唔係改寫成句 ，OK， 第三類 ，OK， 仲有另一隻嘅叫 relative clause， 咩叫 relative clause 啊？中文咧就中文我都唔知啊，好似叫咩關係子句，不過我讀 grammar 嘅時候就係叫呢個 relative clause。relative clause，OK， 係包括用乜嘢 who 啊、where 啊、which 啊去擺喺個句子嗰度，好多同學都識用噶啦，係咪 ？OK， 佢就係要將呢嚿嘢寫翻落完整句子嗰度。OK， 最後一個 formula， 相反咩意思？篇文出現咗。OK， 譬如佢出現咗佢開心嘅時候唔會亂發脾氣，然之後題目就會問你，咁佢唔開心嘅時候會做乜嘢？亂發脾氣咯，就係咁樣。OK， 所以揸住呢4個 formula， 你好多題目就會答到噶啦，明唔明啊 ？OK， 明嘅話，我哋過嚟睇下 ，OK， 究竟成個閱讀理解點樣 apply 呢4個 formula 落去 ？OK， 好。